开始写我的遗书啊。叛乱分子跟雷震一样，都是叛国贼。什么叫做恐怖？前辈所受的痛苦，超过我几多人。看了是来知影，咱是为着理念在甲因拼命的。怎么这么远呢？找个地方停车。是。如果你想看海的话，就把窗户打开。身躯无吹着海风啊，这咸咸的气味，感觉真好。这6年，我第一摆听到海洋的声。今仔日，因要互你转去厝内，你心内真欢喜吼。弟兄兄，会当转去家己的故乡，当然嘛是真欢喜的代志。啊，毋过，亲像你，还阁有足侪前辈。连厝内底的人都无法度记住最后一面。台湾的海真水。嗯。把窗户关好。我你去里面玩。这走了，对不起啊！你快点，我要告诉你，你快！1970年，追求自由的时代，
海涌的气味，是我身体一部分。阿娇，阿娇，进来啊！来啊！青春哦，对别人来讲哦，毋那是追求一种理想，啊，每一个人的生活内底，拢嘛爱面对现实的考验。住台北吼，真正真忝的。我逐工下班转去到厝，敢若想要倒伫眠床顶，连洗一下婚书都办单。啊，你著伫迄种大公司上班，当然嘛忝。你莫搁伫迄款所在做工课啊啦！迄种所在，什么意思嘛？你敢知影？阮兜巷仔口迄个教英文的，伊5当前去互掠去呢。你敢知影是安怎？因为吼，伊咧上课的时阵，用英文教讲民主是啥物。伊讲啥？我袂使甲你讲，无我就甲伊共款啊。伊无做毋对代志，你嘛无，啥怎要惊？送袂惊啦，你真正是戆戆呢。对过有心，啊，伫迄款所在咧做工课，你早晚会出代志，敢知？你是知影无啦？朋友应该有真侪话藏伫个心肝内。伊的表情，我永远会记。1978年，第一摆红掠，惊吓，失去自由。黑暗。你们这种啊，就跟蟑螂一样。年纪轻轻不学好，我来检查看看哪些痒要拔掉，好不好？来。哎呦，我看统统要拔掉哎。一个一个，好不好？哎。叛乱分子，你呀，跟雷震一样，都是叛国贼。直。
送信给外国人，你以为我们就会怕吗？写悔过书。卷起来，卷起来。不会写啊，我教你。于锦以之城，郑重宣誓，自假释理所后，必遵守国家法律，奉行三民主义。我是陈志雄，这是你第一届互抓入来，以后还阁有第二届，会真痛苦，因为独裁者是无人性的，因用恐怖的手段来甲咱统治，为着就是要互咱惊吓。恐怖？什么叫做恐怖？前辈所受的痛苦，超过我几6万倍。因为美丽岛事件，第2摆入乌路。红掠迄天，1979年11月13号，上次没踩死你这只蟑螂，让你在外面兴风作浪，又回来了。第2次吧。死不悔改，有种。不知道你娘、你姐、你弟弟，是不是跟你一样有种啊？我在问你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操你妈的！你不会说话。叛乱罪，
枪毙你。我发誓，我一定会枪毙你。阿舅，伫内底真艰苦吼。讲国语。爱啉奶啦。叫你讲国语听不懂啊？妈，我开始写我的遗书啊！我想起一条我最爱唱的歌，因为美丽岛事件，我去用歌里要学落内底，我足惊我家己失去意志，会起笑，所以我常常唱着这条歌。孤单来到异乡，不是也会念家乡。今日又是来听见着亲像在叫我的。我写遗书的时阵，我想到我迄台相机，我翕到海洋的美，少年时阵的海。唯一的翕相机，我要互我小弟。少年的时阵，足无简单欠着钱买翕相机，我要交互我的小弟。你敢知影孤单真美？因为或者，甲傻逼啊！
达不让你勇敢的查某人。台湾有真侪人拢向洗脑，毋知影啥物是民主甲人权。有当时我感觉足悲伤的。你是孤单的人啊！弟兄兄，恁厝内底的人拢毋知影你当时去互枪决的，你嘛是孤单的人。因连我所写的遗书都毋敢交互我厝内的人，因为独裁者惊兄，互咱的后一代知影，咱是为着理念咧甲因拼命的。啊，毋过因上惊，咱毋惊。你拄则唱的歌曲，互我听到海涌的声音。我嘛足想要听到海涌的声，会当吹海风，空气内底阁有咸咸的气味。我要讲的话已经讲过啊，但是我要强调的同款是维护人性甲个人权利。虽然我受尽侮辱，但是我无怨愤，嘛无惊吓，毋免为我悲伤。这几十年来，我毋是第一个牺牲者，希望我是最后一个。228是一个日子，台湾人受难的数字。1980年，因伫个228这一天，开始一个老人，甲2个查某囡仔，亮君、庭君、还阁足伤人的。凶手的血是冷的，独裁者的血嘛是冷的。是啊，因连囡仔甲大人拢要杀。因就是爱咱惊，因就是爱咱惊死。恁连囡仔甲老人拢要杀。怀弟吼，你去找一个较安心的头路啦，莫阁插政治。较早遐个人咧插政治吼，迄落尾拢足凄惨的。大人万岁！大人万岁！阮
回家了。会有人亲自送你到家。免得如果你半路死了，还要我来说我们干的。到了，下车了。你找到了。1986年2月4号，过年的前几天，因无互我通知任何人，就甲我载转去宜兰三星，甚至连我厝内底的人，拢毋知我会转去厝里。妈，阿舅，你哪当转来？你咧找路，过年后放假哦？是在面朋友了。